在《楚乔传》中，宇文悦的冰湖之死令到天下格局都发生大改变，而面对燕巡的逐渐疯狂，终于和乌道阳选择了造反。不过这一对苦命鸳鸯就这样惨死在了燕巡的手上，为燕北奉献一生，却死在燕北王手里，何其讽刺！话接上回，在楚乔将钟羽送走之后，还没等他擦干脸上的泪水，贺萧便突然冲入了茅草房之中。但还没等他汇报，就看到了已经死去的钟羽。贺萧也是顿时愣在了原地，久久没能说出话。出什么事了？楚乔看着发呆的贺萧，用非常沙哑的声音问出了这句话。而贺萧依旧是沉默了许久之后，才缓缓地对楚乔说道：乌先生到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楚乔没有任何停顿，立刻走出了茅草屋中去见乌道牙。但他还是晚了一步，在楚乔刚出门，就看到了护卫们打着火把，撑着一把大伞，站在了一棵胡杨树下，而乌道牙就跪在那个大伞之下，背上插着3支利箭，其中一支正好射入了心脏之中，此时已经气息全无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乌先生已经去了。贺萧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对着楚乔说道。楚乔此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应，只能够站在雨中抬起头，任由雨水打在自己的脸上，好让自己能够从这个虚假的梦境中醒过来。但许久之后，楚乔依旧没能够走出这个梦境，因为这就是现实。而很快，在雨水落下的声音中，沉重的马蹄声突然间传来，3000多的人马向着楚乔的方向奔驰而来。楚大人，我等奉陛下之命来保护大人安全，如今叛党谋反，请大人随我前往秋兰军营中暂避。为首的男子对着楚乔大声喊道：他们是燕巡派来接楚乔回去的，不过也仅是楚乔一人而已。对于其他的人，燕巡下达的命令是敢反抗者格杀无论。还没等来楚乔的回应，他身旁一位跟乌道牙关系十分好的男子便突然暴喝：是你们杀了先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话音刚落，这个怒吼的男子就拔刀冲了上去，而楚乔想要叫住他，却也为时已晚。回来！在男子冲出去的那一刹那，楚乔便立刻喊住他，但随着声音落下，10几支利箭便穿透了那位男子的身体，他甚至还没能够走到那些兵马面前，就跪倒在了雨水之中，失去了生机。安叔！在男子倒下之后，对方的军营之中突然传来了几个孩子的声音。听到这些声音后，楚乔立刻向着对面望去，只见3个孩子被那些士兵们拿刀架着脖子，而这3位孩子都是楚乔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跟他的关系非常要好，也都将楚乔当做了姐姐。叛贼行事太过张狂，还请大人马上随我回去，以免大人因叛贼受伤。为首的将领此时依旧冷漠地对楚乔喊道，他接到的命令只是将楚乔带回，至于其他的人根本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，所以也不用在意其他人的生死。而此时贺萧等人也缓缓抽出了自己的战刀，护卫在了楚乔的身边，跟对面的大军对峙着。但是楚乔却并未下令跟那些士兵们进行殊死搏斗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看那3个孩子生死，更没有办法看着身边的这20多人全部被屠杀殆尽。所以楚乔在那一刻放下了手中的剑，向着对方妥协了下来。看着楚乔同意跟自己走后，那位将领也并未难为楚乔和其他人，便将众人都带回到了自己驻扎的秋兰城之中。而楚乔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自己会在秋兰城中遇到2年多没见的金子苏，并且此时的金子苏也依旧有了身孕。月儿，金子苏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楚乔所在的营房，将自己所做的饭菜端了进来。这是他专门给楚乔做的，全都是楚乔爱吃的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燕巡逼你来游说我。楚乔看到金子苏后，眼睛之中也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光芒，因为在目前的燕北之中，也就金子苏还算得上自己在意的人之一。
不过听到楚乔的话后，金子苏连忙地摇了摇头，对楚乔表示她是嫁到了这里，而那位带楚乔回来的将领就是她的丈夫。听完金子苏的话后，楚乔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，丝毫没有姐妹相见的那种愉快的心情。看着楚乔阴冷的面色，金子苏有点害怕的不敢抬头，只能小心翼翼的让楚乔吃点东西。吴先生被杀了，你事先知道吗？楚乔此时闭上了眼睛，轻声地问到一旁的金子苏。听到这句话后，金子苏也立刻紧张了起来，手中不断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用极低的声音对楚乔说道：我知道。那雨姑娘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楚乔没有给金子苏任何思考的机会，立刻追加地问了这句话，而金子苏也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那你的丈夫现在抓了平安和青青来威胁我就范，你又知道吗？现在他们还要去杀别人，那些曾经照顾过你的人都难逃一死，你都知道吗？楚乔此时的声音异常的冰冷，一句句就像是刀子一样扎在了金子苏的心中，让金子苏的眼泪瞬间滚落了下来。但她又能怎么样呢？她只是一个女人，没有楚乔那样的能力，她只想找个丈夫，安稳地度过余生。看着金子苏的样子，楚乔最后也没能狠下心来，只能够淡淡地说出了一句：你走吧。他已经对自己这位名义上的亲人彻底的失望了，自己曾经无数次的舍生忘死，就是为了救金子苏这些亲人们，但到现在他却连生孩子都没给自己带过一封信，如今更是没能够保护住那些他重视的人，他又能强求些什么呢？楚乔将金子苏赶走后，也并未去碰触那些饭菜，而金子苏离开后，心中也不免想到了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何月儿会如此的固执？陛下对她那么的好，不仅有众多的荣华富贵摆在她的面前，更是为了她多年不娶，月儿还要奢求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些话如果被楚乔听到的话，可能回应金子苏的也只有一声冷笑罢了。他所想的确实没错，只要楚乔点头，那就是燕北的国母，更是燕北皇帝的唯一宠妻，日后的生活能够衣食无忧。作为一个女人而言，她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奢求呢？但这些却都不是楚乔心中所想要的。就像是燕洵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两人相交10余年，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对方。燕洵错把楚乔当成了跟金子苏一样的女子。在金子苏离开后，楚乔的脑子里边混乱的回忆越来越多，这也让他的心逐渐的失去了温度。在乌道阳和钟宇2人死后，楚乔此刻的心已经彻底的绝望，就像是当时宇文月死时一样，楚乔再度将自己困在了那个牢笼之中，将自己跟外界完全隔绝了起来。因为他如何也想不通，燕洵自小就是吴先生的弟子，之后又跟随雨姑娘学习兵法，如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，却一脚将他们全部踹开。这真的是他曾经认识的那个燕洵吗？而就这样一直沉沉地过了3天的时间，而第3天的夜晚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让楚乔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月儿，快走！随着仓皇的脚步声和琵琶的落锁声，金子苏的身影迎着月光出现在了门前，然后连忙拉着楚乔向外走去。此时他的身上还背着圆形的包袱和披风。唐世鹏让你放了我。楚乔被金子苏拉起来后，便皱着眉头问道。但金子苏听到自己丈夫的名字后，突然愣了下来。就这一下，就让楚乔也看出了事情的端倪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楚乔连忙将房门关上，一边查看门外的动静，一边拉着金子苏低声说道：月儿，你快走吧。金子苏此时慌乱地将包袱塞入楚乔手中，他只想让楚乔快些离开，这也是他能够为楚乔做的唯一的事情了。但楚乔还是有些顾虑，因为他不能害了贺潇他们。但接下来金子苏的一番话还是让楚乔清醒了过来，那就是秀丽君已经将贺潇和平安他们救走，所以此时金子苏才冒险前来送走楚乔。
在两人说话之际，金子苏也帮楚乔穿好了衣服，将披风披了上去。子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他会如何对你？这一刻，楚乔的心柔软了起来，毕竟这也算是他的姐姐。如果是因为自己拖累了她，那么楚乔的内心也过不去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吴先生和雨姑娘是好人，月儿你也是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的。金子苏缓缓地说出了这句话，让楚乔的眼泪不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所以此时楚乔也下定了决心，将金子苏一同带走。只是金子苏却因为自己肚中的孩子，依旧选择留了下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金子苏最后还是没能够活下来。那么金子苏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楚乔离开后会去做什么呢？